喂喂喂喂，有听到我的声无？我无听到平安。哎，平安平安，有听到声无？有听到声吗？在线上。无听到我的声。喂喂，我无听到你的声呢。无听到啊？我有开呢，我搁开一摆。喂喂，有听到声无？开我的电脑。安尼敢有声？哎，有看到迄个影像啊？小细张。哦有。有声，根本这台问题。电脑无声嘛，还是你的 iPad 没声音 ？iPad 有声音啊，我去放一个。看到牧师的囝。平安平安。安。我即摆用另外一个电脑，怎会听到啊？有听到我的声吼？有啊有啊有啊，因为我用 HDMI，所以声去互收去。哦。好哦，咱搁1分钟。好好，我伫遮还没活咧厝啦，因为我今日去剪头毛吼，我想讲剪头毛较危险。OK， 好。我去剪头毛，剪头毛是。即摆大家拢足惊。系啊，所以我就讲安尼，我暂时慢只去。OK。西个教会牧师吼，讲甲迄个长老讲吼，逐个人拢爱准备一篇迄个讲道片啦。讲牧师若万不向隔离的时阵吼，爱长老还爱出来代答呢。哦，无紧啊，隔离嘛会当用网络啦。系啦，但是伊西咧，伊都较无方便，伊网络无。OK。伊拢嘛，若无的时阵，伊就讲叫因去看迄个 Good TV 啊。哦。我有用线上呢。有今有线上有。线上我 YouTube 嘛有直播呢。哦 ，YouTube 也有晓。嘿。我即摆接咧电视啦。哦 ，OK。我用 iPad 接咧电视，我还袂话，就伫一个卡壁咧落去看安尼，直接看。哦，安尼真好啊，安尼较大台。会较大台。好，咱做来祈祷。请台湾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啊！伫这个疫情的中间，你继续保守阮，
阮研究助理朱比林敏临到伫阮的中间今仔日的宣布中间有3600几个本土的病例阮真正需要助理的林敏。伫过去几个礼拜中间，阮因为教会有一寡其他代志，阮暂停即个灵性成长班。今仔日搁再组织伫你的面前透过实体、透过网络，阮会当做伙来分享助理的话恳求助理来感动阮，互阮对即个譬如的教示中间看见感恩的角度，也阮来学习，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好，咱今仔日要用感恩的角度来看啦，吼这个是伫这个譬如内底，我感觉咱真需要去重视的一项代志吼。我伫网络顶悬看到即幅图，我感觉真甲今仔日的这个有真特别的拍是讲老爸甲囝这中间的互动吼。伊顶悬写一个爱献上感谢吼，咱嘛要对即个角度来看啦吼。当然，咱知影伫即个故事内底3个较重要的人物吼，就是一个老爸甲伊的2个囝。咱通常是甲过去咱的习惯啦吼，拢甲焦点放伫迄个浪子的身上因为伊引起即个故事的起点。即个细汉囝呢，咱拢知影伊是5月，伊离开厝呢。伊安尼南山开钱，最后伊落魄吼当然咱嘛强调伊回心转意，倒转来厝呢即个故事。但是伫即个内底，其实有足侪角度，咱过去也用几个角度咧思考，也有用祈祷啦，也有用一浪子的角度去看。咱今仔日要对感恩的角度来切入啦吼。要讲到感恩进前，我会先对即个感恩这个字对圣经内底的意思到底是甚物货？咱要做伙来看啦吼。当然，咱会当借着无共款的角度切入的时阵，互咱更较看对这个这个教示吼，这个譬如的教示中间来得到帮助吼。好，共款咱来复习啦吼。这个老爸是一个真富有个性、真随和，伊嘛真专心来听伊的囝儿吼。嘛真甘心来呼应，同时阵伊嘛是一个用公义来待人的老爸除了细汉囝咧甲讨财产的时阵，伊真公平分互2个人以外，咱对细汉囝伊的觉悟中间，咱会当看见，伊实在是一个嘛是疼仆人的即个头家对无？伊的细汉囝讲，伊的厝老爸仆人毋但有通食尔，佮食了佮有剩吼。所以咱会当看伊讲，伊是一个真有疼、真有公义的人啦吼。当然，对于这历史，咱拄则有讲吼，就是讲伊基本上伫伊的前半生的人生的中间伊拢用自我做中心点，敢若只要伊想要做有啥物袂使吼，即种的角度吼，即种的角度来看，当然伊有真济咱讲通进步的空间啦吼。大汉囝伊是一个咱讲乖乖牌吼，圣经伫头前面对伊的描写无介济，甚至伊也拢无出声吼。但是呢，事实上伊足在意吼，足伫意伊的小弟迄种的五欲甲伊的生活，甚至伊搁较伫意的，其实我感觉是财产的问题啦吼。伫这个所在咱看，所以咱要讲到感恩的角度的时阵，咱先爱来了解伫圣经咧讲感恩到底是啥物意思。我会对希伯来文来解说即个感恩的字啦吼。我看到一个图片，我感觉即个图片内底字阁足水吼。我边仔我甲翻译做中文啦吼。伊讲 take nothing for granted, not even the rising of the sun， 就是讲无有任何代志是理所当然的啦。就算是讲每一日吼爱出来的日出啦，每一日的日出吼，嘛是毋是
理所当然的啦吼。我感觉这真有意思吼，咱会当来思考啦吼。所以讲，以这个意思，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你着爱 give thanks 吼，献上感谢啦吼。好，咱来看旧约圣经啦吼，希伯来文第利未记第7章的12节，伊讲，若有人为着感谢要献祭，着用草油的无甲饼、抹油的无甲薄饼，甲用草油的幼米粉做的饼，甲圣温祭的精生做伙献。伫即个内底伊即个感谢，咱拄则看迄个感谢的字，甲即个犹大即个名的字根是共一个，共一个，拢叫做俄勒啦，拢是俄勒。所以伫希伯来文中间，咱会当去看讲，感谢甲感恩真共啦，真共会讲。共一个字根，意思讲伊根本的意思是共款的啦，土大咱会当举例来讲啦，比如讲，咱去甲人讹了一个人讲，哦，你做了真好，做了真好，咱咧甲讹了这中间，基本上咱用英语来讲，咱足 appreciate 伊所做的代志 ，appreciate 会当翻译做欣赏，嘛会当讲是感谢吼。所以你咧甲讹了的时阵，基本上就是咧表达迄个感谢。诗篇100篇第4节讲，着称声进入伊的门，着讹了进入伊的院，着感谢伊，称颂伊的名吼。所以讹了感谢嘛是等于咱咧用这个态度咧敬拜上帝吼，这个是非常重要对。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所以用这个希伯来文的基础，以色列人咧认捌感谢的基础，咱要来去思考啦，这浪子的譬喻的中间，这个人物，因是毋是有感谢的心，影响因的态度，嘛影响因的性命，咱对细汉囝先来讲啦，对伊伫圣经中间所记载伊所讲的话，伊讲老爸啊，我应得的家业，会学我安尼吼，所以真明确的，这是细汉囝忤逆老爸的话，并毋是一个感谢的话啦，并毋是一个感谢的话，即句话会忤逆，充满无满足。甚至咱讲真贪心的心态，未满足的人是未晓得感谢的，未感谢的人，伊敢会学了？我想是袂吼，所以是安那伫希伯来文这两字也是共一个字这是咱翻译出来无共款的意思，是安尼来啦所以基本上感恩的人基本上会去学了啦，就是讲你会晓感谢人对你做的代志的时阵，你就会晓学了这个人，你若袂晓学了这个人的时阵，基本上你嘛无迄个感谢的心。所以咱对这个细汉囝讲的这第一句话，我应得的，咱拄则我倒转来拄则迄张图啦拄则这张图take nothing for granted。所以无有迄个应该得的。当你若想着讲，这个物件是我应该得的时阵，你会感谢袂？你就袂感谢啦我想伫这个部分嘛是直接互咱来想，细汉囝伊认为讲，老爸分家业互伊是应该 granted，英语来讲，那安尼伊就是心无存感谢心无存感谢，这是咱伫这个所在所看到，嘛感觉较无彩的一个所在。咱继续来看迄个第一点、第一大点、第一小点的 A 什么叫做应该得的？应该得的，咱拄则讲这绝对毋是一个感谢的话啦，伊感谢也是埋怨，也是贪心，会造成怎样的生命结果
应该得的，应该得的到底是啥物货？是真正是伊应该得的吗？还是只不过是出自伊的贪心？若出自伊的贪心，咱嘛真清楚知讲，伊就袂晓感谢啦，伊就袂晓感谢。当然会做只啥物款的死命结果，就是伊会去离开，伊爱去咱之前拢讲着讲，伊爱去为着家己的性命来负责任，伊若住伫厝呢，阁有伊的老爸，像伊老爸甲伊安遐讲，我的拢是你的啊，你住伫遮啊，伫遮食啊，拢咱讲天塌下来还有老爸啦，但是因为伊的贪心，伊只好爱去面对伊所掠的即个代志安尼伊讲我的产业我应该得的，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私心啦。伊完全无顾虑老爸的想法，更较无顾虑着伊的阿兄大汉囝的想法。所以事实上，细汉囝以及大汉囝同时阵得到家业还是财产，拢毋是因为因应该得的。是安怎伊有？你来看，细汉囝甲伊的老爸讨，伊的老爸圣经记载。就分财产互两个人，安尼意思是讲是老爸的主动。亲像马太福音20章，咱有几若摆摕到葡萄园的譬如，迄个代表上帝园主看到遐个工人无有人聘请，毋是因为葡萄园需要工人，是伊感觉这个人可怜，所以伊用怜悯的心甲因邀请入来，甲即个老爸分财产互两个囝，迄个意思是共款的。以赛亚书55章第1节经文安尼讲：恁一切喙干的拢会当来就近来，水来，免银也免钱，恁会当来买，买来食，这咱这段经文咱嘛真熟啦，哪有可能买物件毋免钱银呢？当然，这是咧强调上帝迄种白白的恩典，迄个产业是上帝赏赐互咱，毋是因为咱应该得的。对这个角度来看的时阵，细汉囝对产业就无有感谢的心，无有感谢的心啦，所以咱知影无可能无用钱来买物件嘛，这就是恩典啦，但是细汉囝的心态。真可惜，伊就无安尼来看，伊袂晓感恩，伊用私心，因为伊的私心，互伊的性命向下沉沦啦，为什么安尼讲？咱连咪会记一个例啦，因为过偌济拄过啊，耶稣受啦拄过人的人生的价值观完全放伫财物的时阵，伊的性命就有个问题。亲像耶稣问徒犹大嘛是安尼，敢毋是？当伊看到玛利亚用香膏甲耶稣膏抹的时阵，伊所看重的毋是迄个膏抹的价值，是看到迄个香膏价值偌济钱。上落尾，伊的心去互撒旦来侵占，出卖耶稣。所以犹大伊无存感谢的心，因为伊通爱跟对耶稣基督，伊颠倒感觉无够额，所以伫迄个中间，甚至用背叛来趁遐个钱，这咱嘛会当对细汉囝的心上看见的代志，当然，钱来得简单，去嘛真简单啦，细汉囝所讨来的财产，并毋是因为家己的努力赚来，嘛真有可能因为安尼，伊毋知影要安怎来爱惜，所以真容易摕来，伊就真容易黑白开。伊袂晓理财，袂晓管理，因为伊对所得到的钱嘛无存感恩的心。当咱若会晓对所得到的钱存感恩的心的时阵，咱就会晓安怎真细致去运用伊，真细致去运用伊。最近伫台湾一个真有钱的财团因即个股东改造，本地去用赶出去的迄个囝，即摆佫入来迄个伊就足够管理迄个钱财，定定咧听伊咧讲话时阵，
会感觉讲，伊真感谢伊老爸，互伊足侪机会，所以会晓存感谢的心的人，基本上就会安尼爱惜吼，爱惜遮的金钱，伊所拥有的吼。但是这个细汉囝呢，伊无感谢的心，伊当做迄个应该爱得到的，所以伊袂晓去好好啊来管理吼，伊毋知影迄个管理嘛是伊的责任。伊电脑感觉讲啊，反正这无差，我着讨着有啊吼，迄个感觉啦吼。所以伊无感恩的心，感觉是理所当然的，伊就袂疼惜所得到、所拥有的。对于经文来看，这个细汉囝足紧就开了所有的啊吼，开了所有的吼，啊，这是伫伊的生活中间所拄着。当然。伊钱开了后，伊的运气嘛无好啦吼。咱俗语话讲吼，屋漏偏逢连夜雨啦吼。台湾话讲，人若咧衰吼，种卜仔生菜花啦吼。啊，细汉囝伊将伊的钱拢开了后，佮拄着当地的饥荒。当然，伫伊身躯边所谓的朋友嘛，我相信就算想要甲帮忙嘛无法度，因为这个饥荒。好哪亲像咱即摆拄着武汉肺炎共款，每一个人拢爱安那，爱先顾家己顾好势啊吼，啊，所以伊这个朋友换那走甲无看的人安尼啦吼。如果细汉囝伊知影通好感恩，咱咧药，伊就会晓得去规划伊所拥有的财产，伊就袂会去乌白开。伊的手头应该还佫有一寡钱财，来用咱现代观念来讲，感彩伊就会晓去好好啊来管理投资吼。若是伊无，伊是有偌济就开偌济，安尼就凊彩乌白开。所以因为安尼，伊拄着饥荒的时嘛，就找无工作，伊就需要去饲猪，啊，甲连猪要食的物件，人嘛无爱互伊吼，啊，真正咱讲啊，真落魄诶，这个程度啦吼。但是咱另外看著是旧约圣经的记载，雅各的囝约瑟，伊去互伊的阿兄出卖，伊替法老王解梦了后，法老王看伊有智慧，就将埃及交互伊去处理。伊的性命是落去甲上加赞，但是即摆佫爬起来了后，伊有存感谢的心。咱等下找一个证据来讲伊是安怎有感谢的心啦吼。所以伊会晓得用上帝的智慧来将这个丰收的7年积聚起来，变成做财产。他通好伫这个后壁的7年饥荒的中间食了有春，就亲像这个老爸的仆人共款。吼，啊，这个是安怎？咱讲伊有感恩的心，咱注意甲看。约瑟的人生，我真肯定伊是一个感恩的人生啦吼。因为当伊会甲伊的阿兄相认的时阵，伊甲伊的阿兄讲，伊讲恁毋免因为卖我来遮咧艰苦生自责，因为这是上帝派我代成恁来，通保存大家的性命。当饥荒已经2年，还佫有5年未当种作，无通收成。上帝派我代成恁来，是要留恁的后代伫世间，佫要解救恁，保全恁的性命。安尼看起来，派我来遮的毋是恁，是上帝。伊佫互我成做埃及的王的首席顾问，就是宰相啦吼，做埃及的宰相，管理全国。所以对于安尼的角度来看，伫约瑟的心内底无埋怨，无怨恨伊的阿兄，伊颠倒用感恩的心来看上帝伫伊生命中间所安排的苦难。伊讲迄是上帝旨意，是为着要保存因全家的性命。所以，若毋是有感恩的性命的人，无法度用即种的态度来看。所以，伊将家己甲所看到这一切，拢认为是上帝施落的恩典，包括伊进前所拄着这个艰难，当面对陷害伊的阿兄的时阵，伊就坦然无惊，
佫会当好好来管理上帝交互伊遮埃及的产业，吼，这是两个完全无共款的态度，吼。再来，当伊第二句话，伊伫遐落魄了后，伊所讲迄句话讲，想讲我阿爸我得罪你，嘛得罪天嘛得罪你，无搁再配得称做你的囝。这个是伊的决志啦，吼。咱分做3个部分来看。第一个是伊所讲的得罪天啦，吼。所以咱知影讲，伊清楚了解伊所拄着的，伊所做的一切，所拄着的一切，亲像约瑟所看见的，是安那？是上帝所安排。所以伊悔改的时阵，倒转来甲伊老爸讲的时阵，先讲安那？我得罪天，吼。当然，咱之前有讲着，来老爸嘛代表上帝在管理世囝，这是上帝互人的财产，啊，伫这个所在，伊开始改变伊的生命的态度，去看到伊的生命拢甲上帝有关，进前是拢甲我有关，吼，即嘛是甲上帝有关吼，这是两个足大差别的一个态度啦，吼。所以这基本上会通讲，伊的决志是已经一个感恩生命的开始啊，吼，会感恩的生命开始。伊讲得罪天了，第二个就讲得罪你。咱倒转来看，想看觅伊第一句话，伊讲啥？伊讲我的，互我。但是这个所在讲得罪你，为什么得罪你？就是因为伊讲迄句我的，互我，吼。这是完全的改变，无搁再看重家己尔定，伊将自我完全的放下，讲我得罪你，对现实的生活中间去感受到迄个伊得罪老爸、得罪上帝所带来的这个歹结果，伊所面对的艰苦，所以感受到讲一切拢是老爸所予伊，所以伊着爱感谢，吼。虽然伊无真正讲着感谢这两字啦，吼，但是咱对伊的这个悔改中间，咱会当看讲，伊真正有倒转来去看到迄个老爸的好啦，吼。所以决志咧讲着讲，伊讲我不配搁做你的囝，所以代表伊已经认知啊。过去是讲我是你的囝呢，所以我应该得的呢，但是即摆是不配做你的囝。你只要互我有通去食，有通做工课，我就足满意啊！这是用实际生命来表达伊对老爸感谢啦吼，这是我感觉到的啦吼。所以伊感觉伊无搁再配得到老爸的财产，无搁配得做老爸的囝啊，这是伊的角度。所以用伫不配的角度来看的时阵。牧师认为讲，伊这是有一个感恩的态度伫遐，伊才会通来表达。伊真正认为讲，迄个是财产是天上掉下来，是我应该爱得的，但是即马是不配。所以这两个是咱咧讲迄个伊的对比是足大的啦吼，足大的。伊无搁再感觉讲，我你的囝，所以我转来应该吼，无搁再即个态度啊。伊用真清楚会悔改。所以咱看见伊的态度是完全的改变，完全的悔改，甚至咱看见讲伊伫遐来只要老爸愿意接纳伊吼，要叫伊做啥伊拢愿意啦，做萝卜吼，做仆人吼，伊就足心满意足啊吼。所以咱伫即个中间嘛，搁倒转来思考，咱之前咧讲祈祷啦吼，真侪人的祈祷是讲我想要什么，吼，即嘛是讲需要尔定。吼，我着需要食物来伫遮吼做你的仆人，来食物，我着感觉足欢喜啊吼。牧师捌讲过，讲我足无爱用萝卜这两个字，但是我伫遮用原因就是讲，要互咱看见尾啊大汉囝所咧讲迄句话，吼，这是放一个伏笔，要讲大汉囝的态度吼。伊伫遮讲我做仆人就好啊吼，会当。只要会当食，会当满足我的需求就好啊，吼，无搁再有迄种超过分野的要求吼，所以这是真正谦卑的悔改，屈家的敬拜。
路加福音18章13节，若是迄个抽象的远远徛地，连夜望远天也毋敢，简单对兄讲上帝啊，怜悯我即个有罪的人。啊，这是即马细汉囝伊的态度啦，吼，不配吼，不配，吼。啊，即个就是迄个，咱看即个画家所画吼，迄个囝安尼是安尼，安尼晕落来吼，哎，感觉讲伊不配安尼吼。咱想象看觅啊，当世时伊伫甲伊的老爸讨钱的时阵，我想伊绝对毋是徛安尼，已经徛悬悬，讲我会互我安尼吼。但是即摆是安尼吼，所以伊用迄种来画家用安尼的角度来表达讲伊的悔改吼。好，家己认为无不配的人，就真容易有感恩的心啦吼。啊，我袂堪得着，啊，即马得着就安那，我着足欢喜的吼。所以领受恩典的人，即种的人领受恩典的超过家己认为迄种，这是我应该会爱得着的，伊就会晓感谢啦吼，伊就会晓感谢。好，咱要即摆进入即个大汉囝啦吼。大汉囝甲伊的老爸对话中间，咱要来对这抓出来。伊讲：你看，我服侍你遮侪年，从来无违背过你的命令。当大汉囝面对伊的小弟转来，咱讲失去搁得着，死搁活转来时阵，老爸真欢喜，但是伊无爱入去。嘛因为安尼，所以老爸就来问我。伫门外咧受气，即个伊为着伊，就出来邀请伊，好劝伊入去，做伙来坐，甲伊做伙坐倒食饭。伊安尼甲伊老爸的回答，基本上是一句真充满骄傲的话。是安怎讲充满骄傲的话？咱要对几个较重要的字来看。第一个，咱要来看迄个。伊讲的你看，你看，咱嘛对即个马大甲马利亚即个姊妹的互动嘛会通了解。马大伊真骄傲，甲耶稣讲：哎哟，我的小妹伫遮，你也袂晓叫伊来甲我帮忙哦，伊无用甲要害伊吼。骄傲的人袂晓有感恩的心，骄傲的人袂晓知影讲伊的服侍是一个真水、真有价值的吼。即个大汉囝甲即个马大有小可类似，有小可类似。伫路加福音第10章40节，咱看到马大因为接待因代志真济，心真忙，真无闲，就跟耶稣就讲：主啊，我的姊妹放我家己咧帮，你无要紧吗？着教伊来赞我，即个马大改成咧教耶稣安怎教信徒安尼啦吼，即个有小可咱咧讲的越权吼。耶稣其实嘛无要求讲伊着爱伫遐无闲来招待因，但是伊伫遐咧服侍，伊无用真水的心来服侍，这是较大问题啦吼。好，虽然伊有服侍的热诚，但是却用来自夸。大汉囝嘛是安尼，用来甲别人比较，你看我比伊较好。所以，亲像法利赛人的心态，路加福音18章12节，法利赛人咧讲：我一礼拜禁食2摆，佮将囡仔所得的10分抽1分吼，来奉献安尼吼。变做伊的用来做夸口，毋是感觉讲伊应该爱做的。嘛好，咱参像马太福音20章，迄个泡汤圆的工人，迄个上早去用呼调入去的仆人共款，伊到落尾。家己当作是主人，伊感觉伊会当决定主人应该安怎互人工钱，安怎互人是毋对的，甚至伊会感觉决定讲后来工人不配得到上款的待遇。其实这就是咧讲当初时的犹太人，伊感觉外国人不配来得到救恩，共款的意思。所以伫这原本同意得到的工资，就无搁再安那心存感恩啊。阮伫美国的时阵，定定，若阵厝里有要做啥物较粗重的工课，阮拢会去迄个高速公路骹，也是迄个一间即个足大型的迄个叫做工具材料
店吼，叫做 Home Depot，去遐拢有迄个，咱讲阿米狗啦吼，就是所谓的非法移民，一点钟吼10箍、12箍，去请伊来做工课吼，所以会通真深刻体会伫马台风20章所咧讲遮，你会当注意看讲吼。遐个工人吼，看到有人开车要咧看工人的时阵吼，逐个拢足欢喜的。我啦，你叫我会晓做啥？伊伫遐推荐家己呢。所以一开始去用叫去吼，足欢喜的，因为就是对早起加做1点钟，就加10箍，加12箍。我想迄个心情，就甲头批去互即个园主叫入去迄工人共款。但是可惜是。到落尾，因感觉讲遐后尾来，甲阮遐共款吼，伊就佫袂晓存感恩啊，开始伫遐比较，开始伫遐来埋怨吼。这个情形真类似啦吼。好，大汉囝讲迄句话的头前，伊讲你看，伫原文迄粒文的意思，英语翻出来叫做 behold， 毋是讲 look。behold 甲 look 共款拢是看吼，但是意思是差真济吼。我用这个图片咱看 ，behold 用伫倒位？伊讲 behold the Easter miracle。通常 behold 是用来看伫比咱更较大的是上帝，也是迄个真奇妙的代志顶悬。咱倒转来看拄则迄个经文，经文讲你看。我服侍你遮侪年，伊叫伊老爸安怎？你抬头看我，安尼意思啦，吼 ，OK， 看你的上帝，这是伫圣经内底翻译behold后壁所接的，但是伫这个所在，这个细汉囝，这个大汉囝是这个大汉囝叫伊老爸 behold， 看。我所做的代志，你敢无看到？安尼有骄傲无？你足骄傲的啦吼，嘿，所以伊伫遮用即个字，基本上甲伊的小弟伫头起先讲，我的放了，其实程度共款吼，程度共款。圣经内底咧讲到服侍的身份有2种大的差别，拄则我咧讲的吼，一个是仆人啦吼。仆人的英语叫做 servant， 另外一种，就是讲也未得到讨房进前的身份叫做啥物 slave， 奴仆、奴隶啦，奴隶，所以咱注意甲看吼，伊这个大汉囝的讲法就是安那，我拢做你的奴才啦，我拢做你的奴才，伫遐替你做工课啦。伫迄经文内底，原来即个字是安尼啦。我服侍你遮尔济冬，迄个字是奴才的意思。我做你的奴才做遮久，所以咱感觉即个大汉囝伫老爸家内底服侍，有心甘情愿无？基本上是无啦吼。甲伊的小弟悔改时阵所讲的，我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请你互我做你的请工。这个请工是仆人，这2字是无共字的。伊的大汉，伊的哥哥甲伊老爸讲：“我做你的奴才，做你的奴隶遮尔久。”伊讲：“你互我做你的请工，做你的 servant 就好啊。”这2字是无共款的吼。所以咱会当看伊讲，一个感觉讲伊是一个做奴才服侍伊的老爸的人。基本上是无甘愿来服侍伊的老爸，无甘愿来服侍伊的上帝。若亲像咱拄则讲的马代共款，伊伫遐真济的抱怨，甚至伫遐教耶稣安怎来教示伊的小妹。大汉囝的态度嘛是安尼。经文佫讲，你看我服侍你遮侪年，也是讲照原文的解说是讲。你举目看我，我做你的奴才遮侪年，这是足威胁的一个讲法啦，遮尔侪年，其实咱毋知影伊到底偌侪年啦，
但是咱知影讲伊毋捌离开过，但是伊的心态是讲，伊伫伊的老爸的家做代志，好哪亲像度日如年啦，吼。啊，咱感觉伊会晓感恩无？若照伊安尼讲，哦，我相信是无啦，吼，我相信是无。伊讲我从来毋捌违背，当然咱毋知影伊头前到底是安怎啦，吼。但是，若照落尾伊老爸甲伊邀请伊拒绝来讲，因好哪亲像毋是无拒绝过的人啦，吼。好，无拒绝你的命令啦，吼。这个命令伫大囝所讲的这个希腊文内底是一个真严格迄种，那亲像王的命令迄种的话啦，吼。但是咱注意甲看讲，伊这个老爸当细汉囝甲讨财产的时阵，伊就分互两个人。当细汉囝悔改时阵，你想着讲，我的老爸厝里有真侪仆人，因食阁有剩。你感觉伊这个老爸是会迄种化气化倒的人吗？咱来想想看卖啊！伊有可能是一个真严厉的一个管理者，但是伊是毋是遮尔无疼心，遮尔用命令的方式？我感觉咱需要去思考去想的啦吼。路加福音15章22节，咱看见毋久老爸甲仆人讲。赶紧遐好上好的外袍来甲伊穿，甲伊挂手指，搁甲伊穿鞋，煞牵迄只肥的牛仔来抬来庆祝，因为我这个囝是死去，搁有搁活，失落有搁得着。那安尼照安尼看，对22节说讲，老爸甲仆人讲，这个字甲命令是无共字哦，这个字是讲。有提到，有吩咐，毋是用命令的。如果这个老爸对仆人是用吩咐的，用吩咐的，伊敢会对囝用命令的？我用这个对原文来分析因所咧讲的这个字，互咱知影讲迄个程度是无共款的。大汉囝讲伊老爸对伊讲的话是命令，但是伫遮圣经的记载。老爸对仆人是用吩咐，叫因去做的，是无共款的程度，无共款的程度。过来第二句话讲，但是你无互我一只山羊羔，叫我甲我的朋友做伙欢喜，好，无互伊山羊羔来食，就是细只的啦，我用一个趣味的祈祷啦，讲上帝啊，我需要一台保时捷啦。遮你赏赐我吼，你若互我，我就相信你是听我的上帝吼。我无爱Toyota哦，迄毋是稳定哦吼，嘿。当然这个毋是圣经的话啦吼，但是真明白，咱要表达的是迄个大汉囝的心态。伫圣经甲咱记载，老爸甲伊讲，你甲我大，我所有的拢是你的，这敢无比保时捷较简单吗？可能伊感觉讲，迄着Toyota尔，逐工有通好食，逐工有通好穿好诶，逐工有通好甲老爸带做伙，佫毋免烦恼经济安怎？就安尼就无需要感恩吗？这感觉安尼就是应该诶吗？就开始是迄张图，take nothing granted， 莫将任何代志当作是应该得诶。但是这个大汉囝都无有这个态度吼。咱搁倒转来思考看卖啊，当细汉囝甲老爸讨财产的时阵，老爸就将财产分互两个人。伫最后，大汉囝甲老爸咧讲的话中间，完全无提到这项问题，敢是安尼？伊无感恩的心，伫小弟5月的时阵，伊嘛拄摕到财产。伫这个老爸的厝内底带做伙，这个会通食，
但是伊无感觉讲这是稳定，我感觉真可惜吼，真可惜。伊讲你无互我一只山羊羔，互我甲我朋友做伙欢喜。伊讲伊好哪参像伊宁可甲伊个朋友做伙欢喜，却无爱愿意甲伊个老爸同齐倒，只不过是因为伊个老爸囝转来，只不过是伊烦恼讲伊个要来抢财产，吼，伊有感恩吗？伊敢有因为伫伊个老爸厝内住，伫遐食，伫遐啉来感谢？伊阁用比较的心态来指责伊个老爸是一个无公平的老爸，是袂当满足伊个老爸。大汉囝的计较，甲细汉囝开始要求讲，我会放落，有啥物无共款呢？应得的财产，甲你毋捌互我任何物件，我相信迄个程度是共款的。亲像伫出来记26章第1节到第3节，以色列人因无纪念上帝带领因离开做奴才的所在，因拄着无水通啉的时阵，因的态度共款。以色列人当然将伫旷野埋怨摩西甲亚伦。第3节讲，以色列人对因讲：毋值得阮伫埃及地死伫耶和华的手。迄时阮有肉满鼎，有饼通食到饱。恁带阮出来伫即个旷野，是要互阮全会拢枵死嘛？即个甲大汉囝态度是共款的。我伫遮，伊无去讲着伊通大，伊无讲着伊通穿水水，伊无讲着刚通食真好。伊敢伫遐甲伊个小弟计较。伫遐批评，伫遐控告，伫遐批评，只有看到别人亲像会毋对，安尼生命白话是一个感恩的生命吼。我到18章11节，咱过来看法利赛人，伊讲上帝，我感谢你，因为我亲像别人咧食不义、听奸淫，无亲像即个形象的，拢去比较别人。敢若看别人亲像毋对，法利赛人的祈祷是安尼，耶稣会庇护，叫咱莫敢若看到别人亲像的做，咱需要来学习看，看咱家己来献上感谢咯吼。我头第7章第3节到第5节嘛是共款的提醒，甲教导讲着。咱通敢若看到兄弟目睭内底茶油，着爱会晓看到家己目睭内底茶醋，这个我是咱知识吼。耶稣对咱真重要的提醒。这个大汉吼生意基本上就是犯着这个对，敢若看到咱目睭内茶油，无看到伊的人生，嘛无献上感谢吼。伊讲你一个转来，你就为着伊来开会因故吼，这个甲头前迄个共款吼，比较和完嘛是这个扮演一个判官，感觉耶稣不配吼，其实耶稣你讲我家己不配啊，但是当咱对一个角度来看别人不配的时阵，咱就无迄种感恩。生命较成分吼，所以咱会当看讲伫马太福音20章第1节到16节讨论即个工作，迄个投机心境内底这人，因嘛是共款的态度，伊感觉后壁来不配，但是因袂记住咱的主人是因，这个大囝嘛犯这个对了。所以咱会当来转来思考讲，其实感稳定是比较来啦。稳定是因为咱得到，所以咱感谢。但是大汉囝是用比较，你甲神说我感谢，改成理所当然的呢吼。这是大汉囝真较可惜的一个所在。再来抓做家己是艺人啦，你看我比较好，
其实大汉囝只不过无甲即句话讲出来。伊咧讲的意思就是讲，你看，我拢做你的奴才遮尔侪年，那另外一句话就讲，你看，你迄个囝拢毋捌做工课，干啥呢？这是无讲的尔。所以安尼的人袂晓献上感恩啊，伊袂晓为着伊的小弟弟在咱老爸嘛分伊来感谢，伊袂晓为着伊逐工甲老爸带做伙食，有饭好穿来献上感谢。伊颠倒看重伊家己所做的，我做你的奴才遮尔济当，啊你拢无甲我感谢，伊颠倒要求伊老爸爱甲伊感谢吼。到落尾安尼人就负绝稳定。圣经记载这耶稣譬如无讲着上落尾结论，但是咱大概通译出来。这个大汉囝是负绝老爸稳定的邀请。一个负绝稳定的人，敢会晓感恩？我相信不会，因为伊有满足，伊有满足。咱去看一间，这老爸甲细汉囝的态度。咱看这个图片的倒手边后壁，画甲画一个安尼暗色个身啊，迄是个大汉囝。你看伊迄个态度，安尼伊转来是要创啥货？迄个感觉。所以伫路加福音15章，其实今仔日最重要讲就是讲爱学习献上感谢啦，为着每一项代志。为着每一个稳定，阮爸爸以前甲我讲，你若早起来吼，发现家己还佫有咧喘气吼，你着赶紧献上感谢，因为上帝佫互你一天的生命吼。老爸伊的话内底拢充满感谢啦，伊讲我的囝是失去佫着，死去佫我。所以这个老爸伊的态度是安尼，所以出来邀请大囝的时阵，就安尼甲伊的大囝讲，你这个兄弟是死佫我，是佫得着，咱应该爱欢喜快乐，欢喜快乐是啥？就是感谢，就是娱乐。咱看见细汉囝转来时阵，这个老爸啊。完全无责备，无埋怨，也无受气。伊从进前一点点，甲咱的感恩来接受。伊就为着细汉囝准备真济，就是细汉囝讲伊不配阁得着，伊会真欢喜。伊的心态咱来着转来就好，转来就感谢，因为伊囝失去阁得着。咱若对伫头前迄个拍去钱，甲拍去洋啊，譬如就知影讲，找着了迄种的欢喜，迄种的感谢，搁就厝边做来庆祝，迄种的态度。老爸甲大汉囝讲，你常常甲我伫地，大汉囝常常甲伊老爸伫地，老爸嘛感觉真感谢。伊嘛真希望这个大囝嘛用安尼感谢感恩的心态来接受伊的小弟，但是拢无。伊甚至甲伊的囝安尼提醒讲：你常常甲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拢是你的。很可惜，伊无安尼想。基本上，咱看见这个老爸是非常的感恩。当细汉囝违背出去的时阵，大汉囝犹原搁踮伫咧厝呢。实际上，应该大汉囝着爱有存感谢的心，因为伊毋免烦恼一切困难艰难。咱拄则讲天塌下来还有老爸啊，对不对？但是伊无因为安尼来感觉伊接受着稳定。咱会当看伊讲。这老爸真正是足欢喜的，足欢喜的。我今仔日无写着啦，但是我想嘛要甲咱小可提一个，这个仆人对头到尾基本上就是用感恩的心
无论主人安怎讲，因就安尼做，因为因是迄群正搁有春的人，正搁有春的人。好，有几个问题咱来思考啦，第一个问题，心内抱怨，或者比较的人，敢会晓得感恩？再来第二个，基督徒为什么着爱感恩？有足侪人讲，我的工作是我家己找的啊，钱是我家己趁的啊，厝是我家己贷款买的啊，车的钱嘛是我出的啊，为什么我着爱感恩？我想这互咱来思考啦，什么款的代志需要感恩？倒转来，咱拄则开始的时阵的，第二张图咧讲着讲 ，take nothing granted。这意思讲，莫将任何的事当作是应该的。那倒边来讲，就是讲每一项事拢需要来献上感谢。所以感谢上重要的态度是啥物呢？咱会当想几个无共款的啦，比如讲满足的心啦，无计较的心啦，也是咱拄则开始咧解说讲，感恩甲娱乐是同义军的，所以会晓娱乐。嘛是一个感恩的态度咱会当去想较济啦伫英语咧讲着感谢的心有几啊种的字啦拢有几啊种的字伫遮找着即个图小可分享互大家看一下啦好，搁即摆用即张图，我感觉即张图足适合今仔日啦老爸甲一个囡仔顶悬写讲着爱献上感谢啦 ，giving thanks 好，来，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上帝，赏赐阮一切所需要的。感谢主，互阮伫所拄着的艰苦困苦中，通来超找你的恩典，通学习来倚靠你，互阮有主你会接纳、保守、看顾，为着阮所领受的一切恩典献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今仔日的分享到这，咱有啥物款要来分享要问的无？我遮补资料互咱啦多谢牧师，将即个做耶稣讲的譬如几啊项拢甲连做伙安尼咱搁较清楚去了解耶稣讲的譬如甲即个连贯性甲足侪迄个方向会当互咱激发咱搁较侪即个对信仰的以及着咱用感恩的心来领受，用马代啦，搁用即个主用即个人安尼甲迄个伫圣殿外口伫咧祈祷即互咱搁较清楚啦咱拢甲念做伙安尼也是对阮诚好的提醒安尼，多谢。多谢，谢谢。你有没有问题？没有好若无问题，无咱行到这。OK， 拜拜。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拜拜。